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的《新闻》，我是嘉豪。今日是什么大所在？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今仔日增加2件带病入境的病例，其中一个是中国大商，又提阴性证明入境，却阁发病，究竟是伫倒位感染？我来调查。立法院今仔日进行进口3把将猪肉行政命令的调解协商，不过国民党团等到抗议，协商也是无成功。最近大水河低淹到北部水库，不过南部水库虽然无增加半点，甚至比5年前靠大看更加惨。国内在今仔日增加2件对境外带病入境的确诊病例，有一个是印尼移工，有一个是中国的台商。讲到这位台商是有提3天以来的检验报告入境，想袂到伫居家检疫期间出来发病，究竟是伫咧中国，抑是伫台湾去互围到的，可能该调查。国内个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一个是印尼籍，一个是本国籍。疫情指挥中心表示，第718例这个20万岁女性移工伫11月23来台湾工作，有登记前31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入境到即马无症状，12月7日检疫期满进行采检确诊。第719例是本国籍50多岁男性，9月中到中国浙江处理公司，11月2日当台湾入境时无症状，同款有登记前31日核酸检测阴性报告，12月7日出现会寒甲发烧症状，结果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测被确诊。这是台湾自2月以来，佫出现中国大陆的境外移入。11月22号晚上，上海浦东机场，他们连夜裁减了16000例左右，所以是不是跟上海浦东机场有关，还是跟浙江这边的有关系？那我们会把相关的这个资料送给陆方，让由他们去调查。指挥中心表示，这浙江台商入境了后第12天才出现症状，实验室自采分析是阳性，而且是体答确基，血清抗体是阴性，检判应该是在发病不偌久，可能也伫境外感染的潜伏期之内，不过也可能是伫台湾感染，会针对个案做病毒培养调查感染源。台湾的我们的旅馆都是1人1室，也都不会接触到其他人。那这当然在台湾感染几率就会比较低啦。那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个案，然后做培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病毒，他们的病毒株的一个序列，就可以比较清楚。另外，英国抢先全球开始做新冠疫苗，也互国界关心。台湾疫苗进度，指挥中心表示，目前国内疫苗是透过 COVAX 甲国际大厂直接联系买，甲国内疫苗抢先管道，不过可能下年中以后才有较大的进展。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外籍移工因拢带病入境，却因为集中检疫场所环境也真歹，也惊讲会造成防疫的空隙。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会提供移工检疫的空间需求，不过劳工团体却认为讲这是一个旧镜头啊，因也呼吁相关单位就要去查清楚。劳动部也要求全台湾21间医管公司要进行相关的通报，若准部接受来，相关会当罚到30万。国内外籍移工最近一直传出新冠肺炎确诊的病例，类似的个案可能会加做防疫的空隙，嘛凸显移工宿舍、甲医管公司等等管理的问题。医管公司这边如果有留宿移工的情况，也是要原则上一人1室啦哈，那不然至少也要遵守我们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地方政府协助去清查这21家的这个医管公司，那如果有违反这个照顾服务的规定的我们就要求他要来改善。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会请查登记在案的医管公司，若违规的情形会限期改善。在疫情还未发生之前，大部分移工入境会先去中人安排移工宿舍，完成体检甲报到的程序，再去头家引导或者是公司。不过，这个宿舍生活环境并无好。好几十个人挤在一个10坪的房子，或甚至一栋楼有100多个人，然后厕所只有2、3间这样，所以其实大部分的移工对于那一个晚上的经验都是觉得是很糟糕的。移工宿舍的环境无好，已经是真侪年的问题，呼吁劳动部要全面检查甲改善。因若医管公司的业务是啥物，也有管理的权责安怎区分，嘛是劳团要义的重点。我们也要问劳动部，这个医管公司除了接送移工之外，其他业务是什么呢？如果他在接送移工这部分其实就是仲介服务的延伸的话，那凭什么劳动部管不着仲介服务的这个面向？如果雇主或移工没有违法，其实罚不了仲介的。所以这个是就业服务法上对于仲介的侵放。
劳团嘛建议下个月劳动力应该要由双方的政府共同来负责，引进劳工了后直接做管理，避免产生更较侪问题。因为移工来台湾的健康管理，也有移管公司安排宿舍等等的规划，预计初到会由指挥中心来说明。目前规划的方向是中人爱通报移工入境了后，去到一间移管公司待命，也有体检等等的事项。若是环境无符合规定，或者是无老实通报，就会当甲中人裁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开放300种猪肉入境的行政命令，今仔日进行调野协商。不过，南亚立委却表示讲，昨伫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行政命令，却跳过27个附带条件，认为讲这表决是无效的，甚至伫协商的时阵，佫破加比引导卖去，今仔日协商也是无成功。另外，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讲，捌甲食中庭见过面，又讲到日本不良食品的议题。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搁再强调讲，目前无要处理这个议题。一定是食安第一，同时台湾是靠外贸立国，我们也要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我们互利互惠。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备询进前，强调食安优先。驻日本代表谢中庭顶日仔转来台湾。讲到日本核实开放的问题，引起外界联想。卫福部长陈时中甲外交部长吴钊燮采备备询的时阵证实，有甲谢中庭会面，而且讲到核实的问题。不过苏贞昌强调讲，目前无要处理这个问题。谢代表有来跟我们见面。那有没有对核实的开放要请求你们来协助？这方面谈的不多，只有谈到日本一个政界的一个风向，重点不在这个议题。报告委员，谢代表有来见我。那有提到核实的问题，交换意见。那核实的问题，进口美国猪肉嘛引起压力大增。经济委员会测试，到300种的猪肉的行政命令全数保留，送交调野协商。南亚立委采白穿乌衫，举我要发言的牌仔，以前海战术入去协商会议室。那主张经济委员会审查跳过27个附带决议，表决无效。南亚立委第二问，还个乌白破咖啡，因为林维洲嘛甲麦克烟互倒，协商的场面是规个乱糟糟。采白调野协商破局，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替美国猪肉行政命令护航。因那绿营要调录影带，调查委员会过程，批评国民党做菜的坏劣菜。我们昨天处理程序，按蒋万安处理程序完全一致。第一天开公听会，然后再讨论了3次，非常完整，而且没有任何瑕疵。今天国民党周结喊周结啊！昨天的会议呢无效啊，就想要整天要表决啊，这种执政党更小。郭建明强调讲，委员会包括附带决议送调野协商这个方式，伫11月12日，卫权委员会周万安做调委的时阵，就已经有先例。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今仔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案，即回要卖予台湾的是美金2.8亿的战地信息通信系统，这也是美国总统蔡英文今年第6届卖军事武器予台湾。另外，咱的总统蔡英文出席2020台湾、美国、日本3边印太安全对话，蔡英文也强调讲，利用参与，而且也爱做伙合作，才会当处理来自区域甲全世界威胁。美国国防部伫美东时间初7，佮宣布对台军售案是美国总统川普今年第6度，伊任内第11摆。美国官方发布新闻稿表示，这摆军售项目主要是野战资讯通信系统，目前已经进行通知国会定书。历史总统府甲外交部拢感谢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甲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也指出美国以具体行动落实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的安全承诺。野战部队所使用的通讯资讯系统，可以提升我们的资管能力。根据了解，这个战地信息通信系统有154个通信节点等相关设备，军售内容也会包含系统技术支援、人员培训甲后勤支援等，总额大约2.8亿美金。也毋过，随着美国即将进入拜登时代，未来台美中关系安怎变化真受关注。总统蔡英文出席2020台美伫3边印太安全对话的致辞时强调，台湾逐工面对中国军事威胁，只有照着参与共同合作，才会当应付各项挑战。美国国务院在亚太做紧看保认为，两岸关系紧张安怎缓解，关键伫中国。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militarized, and authoritarian forces consistently attempt to violate the existing rules-based order. Taiwan has been at the receiving end of such
military threats on a daily basis. We therefore understand the urgency of dealing with these threats. I'd love to see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tensions are reduced between Taiwan and Beijing. I'd like to see some degree of dialogue resume, but ultimately that is beyond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wish for or hope for, and clearly that ball is fundamentally in Beijing's court. 今年拄到全球合作甲训练架构成立5周年，伫日本、澳洲、瑞典、荷兰等国加入，蔡英文期待 GCTF 继续扩大并且经济化成为区域合作的中心，互台湾甲力量外金的区域合作盘会当有效应付未来挑战。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北绑架青山王的廖警活动，今年是分做3天廖警，不过沿路的炮啊本数却引起民众无欢喜。台北市长郭文哲今仔下晡特别去参加青山宫的检讨会议，郭文哲也表示讲会针对着炮啊减少、噪音减少、控制活动时间等等的方向来做检讨。那也造成我们市民朋友很大的这一个干扰。 在这边，我要向市长、还有总统还有我们所有的市民百姓说声抱歉。台北市绑架青山宫向民众回释咧，因为3天条件活动加放炮啊引起民怨，1999市民专线接袂离，互民众抗议噪音、塞车、空污加粪扫。台北市长郭文哲初八临时到青山宫甲庙方召开检讨大会，决议炮啊减量、噪音减少、活动时间控制等改善措施。今年就是因为。 红毯的这个弹的次数太多了嘛，所以它绕境时间就拖长了。这个我们看看以后要怎么做一个改进啊。我们明年要怎么做，会把明年会做得更好。庙方强调，青山王座绕境模式未改变，也毋过大型研究改善4号位活动进行，只是这摆今次只检讨无开发也受关注。该划的还是会看要划的，只是说坦白讲那个鞭炮你看你要说是谁放的，除非有照相。我倒觉得这样预防比事后的处理重要的。讲它没有用，没有哪里长会向上反应啊。大姐是怎么了？我们摇过去很放开，我们是这附近的住户。 觉得太吵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反映？现场有附近住户想要向郭文哲边境跳技术被阻止，有网络混战针对青山宫事件分析相关政治人物受影响的程度。当地立委林统座第一，基础则是郭文哲。其实我觉得这些都平常心啦，虽然这比较是地方政府的事情，但是我也跟他们说，这个只要是中央这边我们可以来处理配合的，那我们会努力来去协助。 也有网友评测，林统座其实无住伫艋舺。林统座讲，家己目前住伫中正区，也毋过中正区艋舺拢是家己的选区会尽力兼顾。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的交通安全。台铁瑞丰到高东仔路段，因为山边放落来铁轨路的厂商进入到第5天，不过到今只有完成进度的1/3而已。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讲，也是希望伫12月13会当恢复通车。 放落来土沙甲石头，甲前几工仔来比，看起来是无减偌济。虽然大雨是落无歇，不过怪手也是继续乌。台铁瑞丰到高东仔的路段，工程单位已经修理第5天，不过原本按算成本差不多1万立方公尺的土沙甲石头，目前敢若处理3000立方公尺，离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虽然在土石清运部分看起来比较慢，好，但是现在豪雨的问题。 土石含水量过高的问题，我们在克服以外，事实上我们边坡稳定的话，土石量也是可以下修。加强边坡的稳定性，就会当提升清运的进度。台铁表示，部分的边坡目前已经控制掉了，无阁发生大规模的崩落。因若雨水，即卖嘛当直接用提水机放去基隆河。离按算通车13礼拜这1天，敢若剩5天，敢会当顺利通车咧？天候情况还是不好。 目前大概已经清运了1/3，还有2/3。不过我们现在也是日夜赶工，那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能够加快整个抢修的速度。林佳龙强调讲，天气影响到修理的进度，不过也是要拼13会当通车。这个铁轨路的边坡发生崩落的意外，已经请台铁局要伫3个月内完成所有边坡分级的管理和检讨。 重新检查，还有改善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最近直接有大水雨，不过这款雨水拢是好到北部的水库，不过中南部的水库却是拢无雨水，甚至有国内的水库水位拢价超过2015年靠大旱的水位。
台北、新北家人最近真正发布大雨特报，北部的水库水是有增加，不过中南部的水情煞也是咧淡水咧。根据水利署的统计，供应中南部5个主要的水库欠水量已经比顶一届5年前大旱的时阵水还佫较少。首当其冲的反而是我们就桃竹苗以南这些地区。那这些区域在酷时期原本的这个降雨就比较少，那因此产生了这个干旱的问题。今年头一届创下56年来规年无风台的状况，加上寒天，下港无像北部雨落较济，予中部地区10月份开始就出现欠水的危机，包括平德、德基、乌山头、甲十文等等的水库，甲北部的石门、翡翠、甲宝二水库来比，跳水量相对是较低。也若5年前的状况拄好颠倒变，因为迄年春天落雨的情形无正常，造成北部欠水。不过目前中南部主要水库的水位，也阁比顶摆大旱的时阵水位也阁较低。新竹、苗栗以及桃园地区的2期稻作已经休耕，而台南跟嘉义地区，明年的1期稻作也已经宣布休耕。没有持续降雨的话，河川流量将会下降，所以未来各关区能将试水型进行轮灌作业。水利署预估，大概等到明年5月份至6月份的蒙江雨季开始了后，才会有较明显的改善。目前包括新竹、苗栗，还有桃园、万东稻已经休耕，也若台南、嘉义，明年早冬稻嘛已经休耕。龙田水利署高雄管理处表示，高雄会看情形，实施轮流引产，以明年早冬稻会当继续引产为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台南后壁的新嘉里甲东山的科里里，长期以来拢有饲鸡场臭味的问题。想袂到最近，有饲鸡业者要搁起鸡条，当地居民在今仔日也去到市政府陈情，除了要求政府就要剔除业者的牌照以外，也要求市政府就要赶紧设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真百位民众提标去到台南市府陈情，这来自后壁区新嘉里、甲东山区科里里的民众，当日被饲鸡场臭味困扰，规个后地咧，佫有新的准备要搁起，居民讲实在挡袂牢。阮这啦无动啦吼，后面要搁偌济来，唔知影啦。大家咧拢土深骨啊。咱要继续野地，咱嘛要求这业者爱拿相关的畜牧的环保的措施来做好。市府讲，这类建议自治条例，毋过对居民要求撤照无法度有答案。新的饲鸡场甲旧的隔无到100公尺，当地讲已经饱受雨尘甲臭味之苦，里面烦恼社区未来会被饲鸡场围掉咧，生活品质会全部害了了。合法的开空间，为什么讲来这条遮业者来遮去？政府因为伊这是农牧用地，就甲等因啊，拢无事先经过交里面的沟通的协调。4月伫花莲有民众反对起新的两鸡场，最后县府6月份决定撤照。顶个月底，彰化丰安乡的新城村共发了居民陈情，反对起新的饲鸡场。现有的叫他改善，不管是在地或是外地要来我们这边新建新的都免谈啦。台湾各地拢传出反对新设饲鸡场，农委会表示，畜牧场超过一定规模，由地方政府确认。污染防治合格了后，发登记证，规模较细，虽然免登记证，毋过爱符合环保法规。目前审核权责伫地方政府，已经由定出自治条例，加强辅导甲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的水尾，也就是水水有一间激增牧场，去互农民检举讲，因饲牛的垃圾水拢直接排入去圳沟内面，唔但会造成环境卫生问题，甚至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虽然牧场有出面来保护，不过环保局也表示讲，也是要求业者赶紧爱改善。提出手机这2个月所翕的鸦片，花莲水尾激增牧场附近的农民表示，自10月2日开始，就发现牧场将饲牛的粪水直接排入牧草田，污水一直为鸡所在搬过灌溉水准，互原本清清的水色，为排放口开始到水尾拢是黄色粪便。排放那个废水，有时候味道很浓，在那边耕作都会受不了。再来就是它的那个废水可能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农田灌溉的用水。下游还有人要用到水，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这样。
部长表示，这个污水拢是经过处理了后，才排放予捕草做灌溉肥料。只是这几天落雨，无注意到土壤含水伤济，才会溢出来。以后会调整排放流量相关产品的空棚，也会补强。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会减少我的浇灌的频率，然后田埂间，然后再去做一个修缮，让我的这个废水做早扎早溢浇灌的时候，不要溢流出来。环保局表示，因是废水经过处理，确实会当进行农业灌溉，无法度用水污染风地法开发。也毋过废水敢是会造成环境卫生问题，也是有相关环境卫生法会当稽查。目前是请他及时改善这样就，因为它是资源化的东西哦，它顶多如果真的有严重的污染，那是环境卫生会用环境卫生来处理这样。叫招牧场占地10公顷，大约有900只年牛，是花莲中南区的大型托牧场。业者强调会加强改善，也毋过也希望政府会当赶紧伫水尾乡也设交去发电设备协助解决牛猪粪便的排放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阳明山的擎天宫，对12月以来已经有8只水牛死亡。其实今年已经到单有16只，其中有11只是水牛仔囝。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今年较无正常，要通报台北市动保处，要特别找国内研究牛的专家来调查水牛的死亡原因。天气寒个湿，过到2点半了后，去擎天宫迄卡岛散步的水牛，就会倒来管制区内底牛寮。管理人员讲，这个牛日是出去找食的，暗时就会倒来休困。这里是比较没有风啊。对啊，这里应该是比较没有风的，这山体线。所以就是避寒这样子。避寒，避暑气。伫牛寮外口，一只较细只的水牛倒伫落公门仔内底，已经死亡。穿红雨衫的台北市动保处的人员4颗位救封锁线，等学者来现场了后，协助进一步调查水牛死亡的原因。希望就是把尸体可以做妥善的包装起来之后，再做后续的处理，这样子。擎天宫差不多遗弃30只左右野生的水牛，不过今年死亡的水牛加真侪只。2月份有1只死亡，10月中至11月底各有6只，12月份更较侪，已经有8只。目前累计已经有16只水牛死亡。在这16头里面，我们的记录呈现，就是说有11头是属于小牛，或许有可能因为这样子，因为小牛的抵抗力比较差，那一进入冬天，那它的死亡率就可能会比较高。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根据记录显示，今年有12只牛仔囝出世，相对是较侪。学者初步研判，未死亡的牛，伊的喙、鼻、甲牛蹄相片来看，应该会当排除传染病。若敢是因为低温地区死亡，也该进一步查清楚。因为慢性的牛只，它可能就会消瘦啦，或者什么，可是看起来照片里面看起来都不是，所以我认为应该不是类似像传染病这样。动物如果冷死、冻死，动物的尸体的表现应该会有一些比较特定的那种姿势，但看起来这几只应该都不是。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水牛袂当咧寒，因为寒天的时阵，差不多一年有2只至5只的水牛因为温度的变化来死亡。不过今年死亡的数量向增加，才会通报。目前已经将其中1只牛仔囝的尸体送去台大动物病院解剖化验。台北市动保处嘛会将牛胃内底的物件送去家畜所检验，差不多要3礼拜的时间，等报告出来了后，才会当判断死亡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选调美国总统的拜登今日公布讲，伊11日会来对外宣誓这个国防部长的人选。外界也拢伫咧要讲，敢是进前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奥斯汀，那真正是伊就变作是美国有史以来头一位有非洲血统的国防部长啊。美国总统就这日期就要到啊，总统当选人拜登还未公布内阁名单，引起各界关心。Who are you announcing first, Defense or Attorney General? 拜登表示，上紧11公布国防部长，外界拢有3人会出线，其中退伍将领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奥斯汀呼声上悬。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making progress. 67岁洛伊德·奥斯汀，伫西点军校毕业，伫陆军服役41年，捌伫前线参加美国反恐战争，带兵出征伊拉克、阿富汗甲叙利亚，战功来自中东战场，伫军中互人的印象是非常沉稳。
早伫2011年，奥斯汀就甲当时的副总统拜登会面。过去大部分由文官做国防部长，有军系背景的奥斯汀有机会拍传统，成做美国史上第一位的国防部长。目前拜登对中国政策抑阁互人有袂清楚。奥斯汀若是正式做国防部长，也互人真好奇，会如何面对中国的威胁。 These ballots pouring in from everywhere, using machinery that nobody knows ownership, nobody knows anything about. They have glitches, as they call them, glitches. 未成真败选，川普团队赶紧要伫国州展开诉讼案，因为11月7日这一天所有选举程序都要结束，将互国州第14进程选出选举人团。若是州政府认定选举作弊，选举人票会失效。 另外，目前正在进行法律诉讼的6州，占总选举人票数79张。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讲到全世界较大武汉肺炎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6700万人，而且美国也超过1500万人感染。美国的传染病专家Fauci就讲，圣诞节假期过后，可能比感恩节过后会更较严重。另外，疫情吞噬着各行各业，生产难度的人是愈来愈多。伫美国的食物银行也增加60%的需求量。 美国是全球上侪新冠病毒的疫区，敢若12月的前5天，都新增加超过100万例确诊，平均每天新增加将近20万例，确诊断的人数也一直创下新高。美国传染病学权威佛奇切伫甲纽约州长古莫连线时阵，提出严重警告。 若做美国民众防疫的观念逐步提升，接来的耶诞节假期过了后，到明年1月中，将是美国疫情上黑暗的时阵。So if those two things happen and we don't mitigate well, we don't listen to the public health measures that we need to follow, that we could start to see things really get bad in the middle of January. So I think not only for New York State, but for any state or city that is facing similar problems, without substantial mitigation, the middle of January can be a really dark time for us. 佛奇强调，虽然美国12月要开始注意放射，不过疫情无法度立刻有效的情况下，再一次呼吁美国民众一定要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总讲耶诞节虽然烦恼，不过送耶诞礼物的传统也是袂当欠缺。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国民兵在趁休困的时阵，协助帮忙分类要寄送的礼物。自从今年初疫情爆发了后，一寡失去稳定收入、三顿无稳的这美国民众，只好求助食物银行。纽奥良的运输司机巴特勒，伊讲无法度袂记咧食物银行逐天真侪人排队的情况。It's 150, 200 cars starting at 12 o'clock at night. So by the time 3, 4 o'clock in the morning gets here, it's an ongoing thing with cars until they close. Everybody's just worried about their next meal. 根据美国粮食援助机构经济美国的统计，今年寻求食物银行协助的民众比去年增加60%，超过5000万的美国人有粮食无安全的忧虑，4个囡仔都有1个人夭殒。NBA 传奇 Michael Jordan 11月底捐出最后一部纪录片，超过5600万台票的收益，予经济美国，希望会当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外 ，NBA 明尼苏达灰狼这队1-1的这个唐斯进前表示，疫情爆发了后，4月份开始，包括伊母亲在内7个亲人小连续确诊离开世间，予伊真心痛。伊目前必须要专心提供厝的人正确的防疫观念，袂当阁予悲剧一再发生。公视新闻金元庆编译。美国看煞，咱来看到中国。中国的四川的成都最近疫情搁再举起来咯，2天以来增加5站本土病例，而且全部拢是找无感染源的，甚至有感染者伫咧发病进前四界爬走，去过几落间酒吧甲夜店。当地政府也拍算讲，要甲规个成都市的民众叫来做体检。另外讲到香港的部分，在今仔日是增加100个确诊病例啊。村民排队做核酸检测，这是成都市郫都区的太平村。从今年3月份到今，原本已经有9个月无本土病例四川成都。7日早起，中国官方通报，成都市新增加3个确诊病例。连续2天已经有5个确诊的患者，拢是太平村的村民。这次成都政府把太平村划做中风险的地区，专门做核酸检测。目前呢，整个村市已经呈现一个严格的封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核酸检测的安置点已经撤掉了。调查这个病源的这个来源，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还没有调查到这个具体的来源。鼻道区一对翁仔某，测试验出新冠肺炎确诊，因的住所有验到病毒，而且因20多岁查某孙嘛去画着，因若这个女性伫2礼拜内捌出入几啊间酒吧夜店，引起大家惊吓。到初8早起，成都市已经采检24000份核酸检测，拢是阴性，不过目前要查无感染的来源。我们从店家的采取了7个阳性，就是电力开关，还有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香港嘛，当咧疫情的高峰期，为了阻挡民众群聚，香港政府宣布，为初10饭点开始推动14天防疫的加强措施。逐天暗时6点到过顿天透早4点59分进前，禁止伫餐厅内底食物件。要若5点了后，餐厅每一道限制坐2个人。要若办活动，袂当超过20个人。酒吧、娱乐场所、游戏机中心，抑有 KTV 等等嘅场所，会持续关起来到23為止。咁所以咧，我哋係需要採取係更嚴厲嘅措施，務求咧係令到市民咧係減少一切咧不必要嘅外出。香港初8新增加100例確診，醫管局指出，第4波疫情復公立病院已經收超過1500個確診嘅患者，喺第期內危急嘅病人增加，而且當前嘅患者有少年化嘅趨勢。記者綜合報道。講到一年一度的諾貝爾頒獎典禮，受到疫情影響，也有真大改變。這回是變化是真單純，改做由瑞典自各國大賽加獎項送到得獎人引導。雖然講無請贏的頒獎典禮，不過身體健康也是較重要。Emmanuelle Charpentier. As announced already in October,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you the 2020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method for genome editing. 这个所在是德国柏林，也是法国生物学家夏庞蒂耶目前住的所在。伊甲美国生物学家珍妮佛·道纳共同得到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往年的颁奖典礼甲参会拢是伫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盛大举行，包括着瑞典也甲各国的红色人员、政府高层也甲学术界领袖拢聚集做伙。但是今年这种的盛会完全消失，为了防止疫情拖开，该由瑞典自各国大赛代表政府前往得奖者住的所在，点点将奖牌、证书甲奖金颁发予得主。虽然讲无真大场的颁奖典礼，斯德哥尔摩也无正赢，因为当地纬度差不多北纬59度，离北极无正远。12月的暗暝达到18點鐘，當時因為疫情，民眾的生活情緒大受影響。The Nobel Award is something that we're looking forward for, and I think that this year it's especially need of joy. Light。事实上，往年诺贝尔颁奖典礼期间，艺术家原来伫斯德哥尔摩进行类似的展览活动，让民众面对下晡3点日头就落山，隔天再去9点才天光这么长的暗暝，原来会当有光明的艺术来鼓励人心。广西新闻齐家人片译。中央银行伫昨临时宣布，讲卖掉正买新厝、买土地贷款趴数，但后来限制投资者加权厝价。有学者表示，讲这款做法确实有限制到投资者。不过市场却认为，讲安尼做中小型的建商连带会受到影响。在顶礼拜行政议会通过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了后，央行搁扫不动产的信用管制措施，主要是针对投资族群甲建商，而且都初八开始。学者表示，央行确实拢有拍到要点，不过力头也搁算真轻。不管是第三户的自然人或者公司法人，全部宽限期没有。那这样的话，就是把水龙头投资的水龙头关掉了嘛？对于业者这一部分贷款的这个额度减少了。那这些建商卖不掉的房子，它就可能降价的情形啊。央行的作为其实是跟囤房税效果是来弥补它囤房税的这个不当的效果。央行这届头一摆针对公司法人主体贷款限制贷款成数，第一户限贷6成，第二户以上5成，而且拢无宽限期。啊，若是自然人，第三户以上，包括第三户限贷6成，嘛无宽限期。啊，若是买关键主体贷款维持6成，另外买地贷款上悬6成5，啊，毋过爱保留1成的动工款。而且爱附具体起的价格，啊，若是移厝贷款，嘛是头一届6日起限贷上济5成。市场是认为讲，央行这波打击查房，会去影响到投资客甲中小型的建商。主要是针对投资客，还有豪宅性的产品啊，所以对市场的冲击性应该算相对有限。但是短期的震荡是难免的，因为对市场信心的冲击会远大于实质的冲击。
对房地产下了这么大的重手，这是引爆一颗原子炸弹啊！对于中小型的建商，它的现金流将会受到冲击。因为原来他准备2成左右的自备款，那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必须要准备到将近5成左右的自备款。市场认为讲，央行这波打击查房，确实会当互房市小可变冷，短期以来互买方呈现观察的态度。不过在市场资金真济找无所解的管道之下，中长期来讲，资金行情也是对房地产有利。记者综合报道。中天新闻台换这招无通过，所以引起众人伫咧讨论讲，通过标准是虾米咧？今仔日就一场座谈会，就学者建议讲，除了无互因换这招以外 ，NCC 敢有其他的行政处分来达到编导监理的目的。另外，编导安怎排，除了有契约问题以外，也建议着要尊重业者的财产权，和市场机制去做决定。NCC 无通过中天新闻台换照案了后，中天申请加处分去法院驳回，中天依法提起控告。52编导伫12月11可能变作空编，引起换照标准的争论，也甲排编机制的讨论。册备一场座谈会上，对换照标准，学者认为讲 NCC 过去以付款做参考的资料之一，甲即个中天无要换照的决议，是毋是符合比例原则，真值得研究。也建议是毋是还有其他达到监理目的的做法。行政处分的做成，它是不是能够符合 NCC 作为主管机关对于电视频道的监理的目的？是应该要是维护产业的健全，也应该要保护台湾的乐听众的权益。另外，排编单这个争论上，学者甲专家认为，这牵涉到2个阶段。除了系统台的编导变更需要经过 NCC 同意，订契约是系统台甲编导商双方协商完成。因为牵涉到财产法的层面，建议以市场机制决定。未变更是要经过 NCC 许可，那可能，而且这个频谱的排频权是属于所谓的。业者的权利，我会觉得这本来就是系统经营者他们的财产权以及他们的排评权，这个都已经是属于甚至于属于新闻自由。那因为 NCC 其实是在11月18号才做出不予还照，所以对所有的系统台而言，其实我们只有短短的大概加起来20几天，就要做完所有商业上面的决定。事实上，它其实是有程序上的困难。系统业者强调，编导的设定佫牵涉到授权费的分配细节。有一寡新闻台是单独签约，有一寡新闻台是甲所属的综合台做伙签约。伫排编单方面，爱顾虑到真侪方面。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分析，最近这10年，包发生17件真严重少年囡仔受人性侵草贷案件，其中有11件发生伫学校，6件发生伫安置机构，而且加害者超过一半以上拢是有权有势人，而且查甫囡仔受人草贷情形，竟然比查囡仔佫较侪。新北市一间国中今年6月发生棒球队集体性侵案，校长真侪遍欺负也甲性侵学弟，但是学校无真积极处理，引起各界议论。今年上演的国片无声是改编真实的事件，南部科创学校也捌发生集体性侵案，那摕到金马奖，也佫引起国人对儿童少年性侵害的重视。监察院分析最近10年，其中呢有11件发生伫学校，6件发生伫安置机构，而且加害者超过一半拢是有权有势的人。这里面还有老师吊校持续加害学生，这个加害人是老师、教练、长官、诠释者，就占了13件。学校本来是应该学生囡仔安心受教育的所在，一时中间变作性侵害的场所。根据通报案件统计，小学到高中被害人占整体儿童少年性侵害的94.3%。去年12岁至未满18岁受害者达到4267人。这项研究打破过去认为讲受害者拢是女性。17件重大儿童少年性侵害案件有247位受害者，男性受害者达到114人。比女性受害者加1人，佫有部分受害者转做是加害者。监委是讲有人要提报性侵者，但是高教难得高滚。揭弊者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的重要，即使法令都已经非常的多，那也有相关的机制，可他真的就是只是在针对责任通报的角色，怎么样？一开始第一个纽扣扣错的时候，立即有人去提醒，那个很重要。讲出来人无人替伊主张，恐惊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另外，大部分的儿童少年被害者选择隐瞒。监察委员是烦恼讲，恐惊有更较侪无人知的，佮加上智能障碍者表达能力较差，致使着起诉率低。
学者建议应该完备报案性侵害的程序，建构第三方调查甲审议机制，同时加强儿童人权教育，打破唔敢求助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市照顾幼囡仔的规范是2岁至3岁，袂当留伫孤婴中心。不过，公立的幼儿园全台中干24班幼囡仔班，台中市教育局表示讲，是因为幼囡仔班的师资甲设备无法度一声传甲到，这个问题也会甲社会局做伙来解决。伫幼儿园，囡仔伫老师引导之下，拢算甲真欢喜。因拢是2岁到3岁囡仔，一比8的师生比，是因为因需要老师搁较侪耐心，也搁为因打造的设施环境，以台中市南区这间公立幼儿园的幼幼班只有16趴入学机会，特别是去的家长只好将囡仔送去私立的。都是私立的。可是私立的会比较花钱。对，可是没有后援，所以不能送公立的。那可以收进来的孩子就是只有16位而已，所以大概就是等于只有16%，低于16%可以进得来的。幼托整合了后，受限台中市公民型托婴中心受托计划，2岁到3岁幼儿爱离开公立托婴中心。不过，全市公立幼儿园的幼幼班只有24班。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拍拼整班，不过师资甲设备无法度一摆到位。台中市社会局是伫咧初八开托育管理委员会，透过修改相关行政法规，解决学童期的难题。那110年到113学年度，我们会依据再增加32班，我们的这个公共化的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幼幼专班哈，就可以达到56班哈。托育服务管理委员会去通过相关的决议，然后呢顺利的衔接延长孩子的收托的年龄。台中市社会局指出，幼托整合出现2到3岁幼儿的空棚，教育甲社会2局拢设法解决。希望因伫公幼幼幼班数量无达到目标进前，应协助相信的家长解决托育难题。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着感情的民众拢有递假头毛的需求，感情基金会对96年开始提供做假头毛的服务，今年开始可以当伫线顶就线顶登记，也互有感情的民众更较利便。加刀加落去，长头毛一个啊，剩只到肩胛头的长度，这几束头毛全部拢被管出来做公益。想帮助癌症病友。报纸上那个癌症患者的那些人，感觉就是想要帮他们，头发再长也可以啊，就是他们也不能长头发啊。长头毛家底同行拢无感觉可惜，因为这个头毛会当用来制作假头毛，提供给感情朋友就来使用。想象自己没有头发，然后就是很难过。癌症病人在接受化疗期间，皮肤会比较敏感，头皮会敏感。这个医疗级的假发戴起来就是比较透气，不会让头皮不舒服。感情基金会指出，伫第一线服务过程发现真侪感情朋友拢有假头毛的需求。台北漳自96年开始陆续提供假头毛租借服务，平均逐年有800至1000顶伫市面上流通。也毋过有真侪朋友因为交通体内顶问题无法度到现场，所以今年开始推出线顶租借服务，只要上网登记，就会当将医疗级的假头毛扎登记。30% 的人因为各种因素没有办法合乎他们的理想，能够租借到这个。目前有20几种款式，大概有超过100顶，可以让他们这个随自己的喜欢。要做一顶医疗级的假头毛，需要超过30公分长的5至8束的头毛，平均制作经费是3500。若讲要伫市面上买，平均要1万以上。对朋友来讲，经济负担袂小，所以基金会也希望会当有更较侪人投入捐头毛甲捐款的行列，协助朋友会当自在生活，唔免烦恼外界伤济捐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社下有一间资源回收厂，去互居民投诉讲，毋但有噪音问题，甚至违法伫咧拆冰箱、冷气等等的物件，也表示讲，伊已经甲环保局投诉几落摆，却拢无改善。回收厂搬回收物的声音，互附近居民感觉高分贝，生活大受影响。佮加上家己拆回收的冰箱，不只有违法的记录，可能佮破坏环境，互部分居民身心受伤害，只好向台北市机关定情。
我爸以前是可以正常睡眠，不用靠安眠药去睡觉，但是他现在要靠安眠药去睡觉，他要吃镇定剂，可是这样却对，就是我们的那个环保局却一直没办法去让对方改善。镇江人真侪摆向环保局反映噪音，也个环境真垃圾，尤其拆电器是违法，因为依照规定，回收厂今年回收电器，亲像冰箱、冷气内底有冷媒，回收了后爱交由专业的处理厂，才袂互冷媒刮伤。业者承认有这代志，对比投诉感觉真无奈。确实是有了啊，他是辅导我们说，在我们这个冰箱，他是问一下说这个流向怎么样。我是认为这个不合理的，因为不合时宜的。收集回来的这些废电子用品，它的流向去哪里，我们会查清楚啊。因为一般来讲，只能有处理厂才能去做这拆解的动作啊。那如果说它没有这个流向，那我们基本上呢，我们就会再处分它啊，按照更严格的方式，那我们会要求它啊。那如果现场一看到它有拆解，那当然不用讲，我们就从6万到30万之间再开罚。环保局正是今年4月都接到投诉，也伫12月到现场清查，也针对违法拆电器做了解，相关应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这几冬常常出现欠水问题，也因为种黄豆仔用水量敢若是种稻仔的一半尔。新竹县就特别举办国产黄豆智慧农业的观摩活动，希望会当吸引到农民甲稻仔甲黄豆仔这两种作物轮流来种。自动采收机踮大豆园内底穿梭，农民唔免搁像过去需要人工方式采收，浪费时间搁了工，而且采收落来大豆较容易定备好啊。农会讲，板东常常有欠水问题，希望农民会当定工时期改种大豆。这样比较好，因为大豆比较水是那个水稻的一半了，那个水稻的话要很多水，现在缺水啊。对，种植的时间点比较干旱。那另外在收获的时候，大概11月左右，也是我们雨水相对来讲比较少的时间，所以种跟收都是在它比较适合的时间点，所以我们会建议在2期作为大豆主要的栽培期。国内贩卖大豆等等产量，目前有9成4拢对国外进口。国产大豆敢若占0.2%。农业署最近几年设大牛村计划，透过补贴鼓励农民甲稻产当做产牛。总面积里有超过30公顷，农委会有一个那个大粮仓计划。有那个一甲地有补助5000块，那就30公顷就有15万的补助。透过专家踮现场解说，900位农民唔哪知影安怎种大豆，嘛了解如何预防病虫害。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17度到23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9度到25度，东部地区对18度到2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